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紀21宇田地產 Danny 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太和區鄰近太和火車站嘅屋苑太和中心，而呢個單位實用面積係294尺，2房1廳嘅設計。咁我哋先望一望廚房呢個位置啦。咁裝修十分新淨。咁呢度可以擺放雪櫃。咁至於客廳啦，間隔四正嘅，外望可以望到開揚嘅市中心景觀。廁所，咁同樣裝修都係好新淨嘅。細房，咁有足夠空間可以擺床擺衣櫃咁樣啦。咁房間呢亦都係望到開揚嘅市中心景觀。主人房呢原則呢就有一個衣櫃嘅位置嘅，咁再擺呢個雙人床呢個空間就會闊落好多。咁主人房遠望可以望到運動場、山景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呢，業主以放租為主嘅，咁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，多謝。